歡迎嚟到讀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0月20日星島頭條。日本東京上野車站外喺星期一發生驚險車禍，一部計程車突然衝上行人路，撞上正在等紅綠燈嘅行人，造成4人受傷，包括一名9歲女童。事故地點鄰近人潮眾多嘅車站出口，幸好未釀成更大傷亡。事發喺當地時間上晝11點左右，現場係上野車站北入口附近。涉事嘅計程車突然失控，直接鏟上行人路，撞到4名途人。傷者分別係一名40多歲女子同埋佢9歲嘅女，及2名60多歲男女。幸好均意識清醒，送醫院後無生命危險，主要傷勢集中喺腳部。警方表示，事故現場道路係緩彎路段，涉事司機係一名70多歲男性。佢供稱當時分心注意並行車輛，先至會釀成今次事故。當時呢一部的士係由秋葉原方向開往上野，警方依違反過失駕駛至雙方向展開調查，將會釐清司機係咪涉及操作失誤或者身體狀況異常。